Hello， 大家好，我是吉他佬，在我手上有一把黄家驹曾经弹过的吉他，半年多以前吧，就连续发了3个视频，然后得到全网的疯狂的阅读啊。评论这把琴最多的质疑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吉他佬，你这把琴是怎么得来的？是不是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去骗人呢？不可能的，家驹的琴怎么可能在你手上呢？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回复啊，我觉得没必要去回应这个问题。6月就马上到来了，这个特殊的日期，我觉得这把琴还是要有一个交代，因为前段时间也很忙，所以现在特意抽个时间出来去聊一聊这把琴到底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它跟家驹也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那今天我就请到了原琴主 Philip Chan 陈家来，是一位香港的朋友，他跟这把琴的一个渊源的一个来龙去脉，跟大家去聊一聊这把琴，他就不方便出镜了。当然，他当年也有很多关于跟 Beyond 的一些故事啊，他也是可以说是圈内人，但是他就没有在这个行业从事的，所以这把琴今天就很想找他聊一聊关於這把琴的一些故事。OK， 那我們有請我們的 Philip Chan 啊，聲音出波啊聲，咁你諗住係講廣東話定？廣東話好啲。廣東話啦嗱，好多人都關注呢把琴嘅。咁關於呢把琴，其實佢係點樣得嚟啊 ？Philip？ 把琴其實係我好細嗰陣時，應該20零歲。咁我朋友就借我彈，後尾又移民去美國。咁佢就唔要㗎啦，咁啊送佢俾我，咁啊一路僆仔嗰陣時咪彈呢把啦。咁啊嗰陣時成喺間 band 房叫 Mark One 啦，嗰度玩咁。家駒嗰陣時都好中意嘅，咁啊叫我賣俾我，最先啊唔係好想賣。咁啊過咗一段時間，我又後來冇嘢做，咁啊失業啦。咁後尾我咪問下家駒，跟住好啦，咁我就賣咗俾阿家駒咯。就係咁啫嘛。咁佢嗰年應該係如果睇翻資料，應該係89年、90年，甚至乎91年呢3個年份係上得最多。80幾年嘅應該係。80幾年。我應該諗我可能86、88、87嗰陣時賣俾佢。86、87有機會，我唔好記得。即係佢呢把琴咧，其實現場演奏咧係比較重嘅。咁再加上家駒唔係一個主音吉他手，係阿 Paul 啊嘛，咁佢係彈二琴嘅，咁所以呢把琴可能就錄音會比較適用。可能會係咯。包括我都冇乜太留意嗰啲嘢啦。係啊，之前好似聽講過話係錄過嗰隻《不可一世》嘅專輯啊。我後尾攞翻嚟彈係有嗰種嘢，係有嗰種嘢喺度。我喺電視節目就睇過佢有彈，有用呢支。係，自從我發咗呢個視頻之後，好多人喺網上只要有關於呢把琴嘅視頻都 at 我出嚟，嗱依家把琴喺吉他佬呢度咁樣嘅，即係所以把琴係好易認嘅，啲紋係好少。最主要佢呢把琴本身就少有，因為佢係一個。我後尾查過資料，好似係話講緊係1960年代左右嘅一個老琴，因為佢啲工藝都已經係非常之舊。把琴我而家有少少後悔係咩咧？上次我做咗個打磨拋光，因為生鏽得太嚴重，同埋有啲坑。係啊，因為擺咗好多年。跟住好多網友評論話：你做咩將家駒彈過嘅手印抹走佢啊？咁我諗好似有啲道理喎。咁所以我都有啲後悔。哎呀！但係整到咁靚仔，整啊彈唔舒服㗎，彈唔到嘅。咁你始終等佢復活好過啦。係咯。咁呢把琴咧都係有啲歲月嘅痕跡嘅，呢度好似有少少裂裂地。我而家諗下又唔係好想修復，因為反正都唔係經常彈，保持最好嘅原貌其實係最好嘅。即係可以彈下，可以欣賞下，可以正常彈到。我覺得就呢啲嘢能夠唔換都冇換嘅。咁就由於佢呢隻已經係攞出嚟嗰時已經係漚到爛晒啦，所以冇辦法換咗。嗰啲一定要。其他都基本上冇換，所以放咗幾十年都係保存得非常之好嘅。呢把琴曾經好似借過出去廣州嘅一個關於 Beyond 嘅一個展覽嘅產品。係啊，喺廣州有個 coffee shop 擺咗。仲有啲網友發埋佢睇參展嗰張圖出嚟，即係就係呢把琴，因為其實好易認嘅。佢有2個地方，第一個地方就係呢個影啊，阿邦影面都有個黑色嘅影嘅，即係同阿家駒嗰個，同埋呢度有個紋路。其實老實講，呢把琴我15年前已經彈過一次啊。當時你攞去 band 房嗰時，以前一齊 jam。我嗰時我老實講下，我唔係好信嘅，即係我同所有嘅網友都一樣，我唔係好信呢支係 Beyond。家駒彈，因為覺得太遙遠啦啩。雖然你都喺香港嗰邊，咁咧直到咩時候咧？上一次你攞嚟俾我之後，我就四處上網去搜去研究呢把琴到底係咩來頭。終於俾我喺阿老詹啊，即係阿家駒個91年演唱會個助手嗰度咧，佢發過一個9張圖片嘅相，影到正呢把琴同埋佢嗰個背帶啊，即係一模一樣嘅，即係佢都發埋出嚟嘅。呢條背帶係你冇得造假啦，呢啲。一睇就知40-50年嘅係咪原琴主嘅，又係一個。我真係唔知喎呢個。一條 EP 風嘅背帶，呢條直情係真係我唔好記得呢單。直情好似係文物咁啊，即係非常之舊嘅。即係呢個喺展覽上面，同埋阿老詹都係有證實過。我私信過佢，但係佢可能佢好耐冇登微博啦。佢好似喺廣州我都見過，都睇佢支吉他。
係啊，所以佢提過你個名啊，一個朋友嘅陳嘉麗手上咁樣係啦，所以我覺得今日咧就咁啊，你嚟到呢度，我覺得就應該係要有一個同大家一個交代，呢把琴係點樣得嚟嘅，所以我覺得就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再加上我冇可能攞我個名去話，我攞住把差唔多樣，我話家駒。你睇我介紹咁多琴，我都話家駒同款琴 ，Beyond 同款琴啊，我唔會話亂咁講嘢啊嘛，係咯，所以呢個嘢咧唔需要太多嘅解釋，只不過就喺合適嘅時候都可以作一個交代，作一個解釋都係冇乜所謂嘅。係啊，所以呢把琴我覺得係佢嘅紀念意義大於話佢值幾多錢啊咁樣嘅一個咁樣琴。但係我覺得一把差唔多60年嘅琴。都係一個即係實際價值都係擺喺度嘅，但係呢把琴我覺得係即係佢你好聽到佢木頭嘅聲，梗係啦，老人家啦嘛，擺咗咁多年，係啊，所以咧可以簡單彈下。話呢隻音箱又係有來頭嘅，要順便講埋啊。呢隻音箱係太極樂隊嘅 Gary Tong 嗰個錄音室嘅。哦，之後就佢 Gary 走咗之後就留低咗俾我啦。哦，咁我呢家擺住喺呢度俾阿東哥用住先啦。啊，正啊，正啊，正啊！簡單聽下啲聲先。嗱，我睇個篋攞出嚟，都冇走音啊！睇下幾犀利。係啊，呢個好好嘅呢個。OK， 咁啊，今次就介紹到呢度啦。咁啊，希望大家對呢把琴有一個更加深入嘅認識。